起来吧！好，起来吧！接下来我们的好朋友们呢，都已经准备好要起来了。是我们的小熊班，就是我们4到6年级的小朋友，他们不仅在舞蹈上面有非常好的展现，甚至在他们的当中有许许多多都是我们永光教会小小的基督精兵。不管是我们在长的，我们都要向他们学习。现在我们一起看着我们的小熊班为我们带来的 Dancing Show， 掌声欢迎！掌声鼓励鼓励。To a nuclear blast and a supersonic. 给他一个欢呼！呜呼！帅气哦！我们一起拍手！耶 ，Dancing Show！ In the galaxy, at the galaxy, in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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the galaxy, at the galaxy, outside in the galaxy. Tired of the mad shake. 掌声越大，他们跳得越卖力哦！ Just funky deal and a lot of shake. 耶！ 掌声鼓励！哇，我们掌声谢谢我们的小熊班！哇，他们呢真的一年比一年更进步哦，我们再一次给他们掌声鼓励好吗？